就不清楚。明如今，想必他你的心事早思想，你看他柳眉淡扫是为啥？想必他心中定有好自伤。我们上海越剧院的2位演员演得好不好？真的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也是越剧迷哈，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就是清唱。我觉得如果不听到一段《梁祝》当中的经典的18相送，好像还是觉得不是很过瘾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张老师也请上来，好不好？张瑞红老师来，一起来感受《梁祝》当中的18相送，掌声。两兄。撒撒娇，想你两兄到西来，一兄二人出门来，门前西墙成双对，从来西墙。恭喜一地一路平安把家归，青青树叶青水大，鸳鸯成对有人伤。两兄啊，英台啥是女用上，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应得不是女和尚。前面还有一口井，不知道井水有多深。井水深浅不关紧，你我关路最要紧。两兄，你看这井的两姑姨，一男一女，笑盈盈。愚兄明明是男子汉，你为我将我变女人，快走吧！离了金有一堂，熄灭大了国营堂。两兄，我不当。